来看，这是旅游集团上新的调查，外国游客来台湾上爱的美食，这个珍珠奶茶、粉圆奶茶已经落入第4名了。第1名是小笼包，第2名是牛肉面，第3名是米其林所推荐的美食。 夜市爱好食单，这家塔多鸡，台湾头到台湾尾，有地食有地买。外国游客来台湾上爱去的所在，就是西夜市。底卡 QQQ 真实的环境，不过气味真高的臭豆腐，都不是大家拢介意的。맛있어？ 好吃？啊，不错。어때요？ 不过根据旅游集团统计，外国人上爱食的台湾美食前5名出来，由小笼包摕到冠军，第2名是牛肉面，过去上受到欢迎的珍珠古灵茶，得了到第4名咯。肉腿、珍珠奶茶、牛肉饭、芒果冰淇淋。 啊，若上想要炸顿去的盘手礼，抢牛头记的也是酸甜的旺来酥，旁边特殊的台湾茶米是排第2，咖啡含酒是排第3、第4，第5名是台中名产太阳饼。随旅游解禁，外国游客渐渐变多，大家来台湾佚佗，就是要食到好食滋味，嘛顺便当甲欧米亚给买回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